们非常感谢徐老师啊，毕业退伍后就到我们学校来担任软网的教学跟球队的主训。那么他来之后呢，也非常的认真，抱着一个回馈母校、感恩的一个心。那我们对他很抱歉，就是说，因为我们后援会呢，每一个月只能够提供他微薄的一个教练费用6000块钱，相当的微薄，但是他不计较，他仍然付出他的时间跟他的精神呢，来对我们学生来做主训、做训练。辛苦是一天天到的，因为推翻也下该体育政策真好，做教练假使无以前的教练本来伊个印象就会讲硬，一定要硬，无硬伊就亲到事情就感觉讲真无力安尼。比赛的原则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比赛的时候不要自己轻易的自杀。当裁判的一定会有给选手们1分钟的练习时间。注意放弃的事情，就会看到个声音呢，你咧抽出的时间，嘛个拢无，你安尼吐到去袂比赛，不管系输也赢啦。毋过去打球打迄比赛比迄个时阵，去袂通讲去上个风嘛甲上个容易的时阵，你有感觉讲伊个声音呢，袂通到本够就袂打嘛个球安尼比赛是个种看到伊安尼稳拿个时阵，你就讲。真欢喜耶！你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具备正手拍、反手拍、抽球的能力了。那你的发球原则就是探视对方的弱点，你自己的发球也要先练到。这样了不了解？了解。留开我你的脚步，早一点准备，对。创庭啊，去年的8月的人啊，他搞开始来搞安尼福冈的篮球队。一直因为后生啊，过考试，因为伊教学生的先唔係教嘢球嘅樣進步，是先教嘢呢球場上嘅倫理，因為曾經嗰個冇時間因為自家主動嚟教人學生嚟補習嚟加強嘢功課林乐乡有人庙实在讲，在爱之前都有我哋林乐乡农会总干事齐仁真总干事伊开始呢带领的啦。在目前像教练过来以前呢，我哋林乐乡都有啲人庙的庙球队打呢，同我哋总干事呢头摆都开6样带，伊都打。伊都组啲人苗队在打有个6样大嘅有个队啦教练也撇差唔多13人左右嘅也撇学生嘅咧，当时73人，代表我哋屏东县去打球呢都喺我哋联络上都有教练，仲喺市农会、市容会也教练时代，当时也有啲结束很多总文球啦。世界杯结束，也係打到世界杯冠軍，伊呢嘅撇最火咯，佢下最強，屏東縣最強。我哋連到向組一隊出來，可以幫屏東縣呢所有嘅鄉鎮呢，青彩唔係托，可能是一團那嘅比賽。我哋啲發現生嘅時候都要接觸人樣嘅，
有几道前米，也分到安尼，像安尼精神啊，吼，可能细细，愈带路走过来，到安尼讨摆反正人家安尼改安尼，打定到安尼出沙皮的，吼，这个能力也有的，相对的，你看回馈的心态也是要有，吼，也分到讨摆人带安尼的精神，安尼带下生命。 我刚到联络国小报道的时候，那我记得印象深刻的是畅婷哦，她第一场下去比赛，比完下来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哦，就哭得很惨这样子哈。那当然，因为她的得失心很重，她很希望可以赢那一场球赛，可是她达不到。那之后呢，回到球队来，我就重新整顿了。经过3个月，刚好碰到我们的屏东县运的时候。 那是由我老公带着他们去打县运，然后那一次呢，他们得到冠军，那是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冠军。然后畅婷，我记得是畅婷，她很高兴抱着奖杯跑到我家，跑到我房间，然后拿给我看，她说：“教练，我们打冠军了。”哦，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哦。 它这个是利用电脑，它去设定那个棒出之后所产生出来的拉力。因为像这种球的球线所需要拉的那个棒数，用微电脑的会比较准，比较不会有其他的线可能掉棒。棒数不准就跑掉。这个球还差不多了。冲刺是这现在29个纪录是对改变毕业的，佢转来是这会通来，我讲佢伫改变很容易的生活方式安尼。 佢嘛有讲来看改到影片改到，用家这个叫通来工业到，上个师傅样机是迄个梦想愈空的，到作品的时间愈也计费愈去考。你不一定啊？嘿，不9节课，嘿，一节课差不多1点钟，以为世界杯因为个天气，以为这不一张50分钟就下落来。 某一天，月亮上浮如现在考该飞行员该直接发了个上浮，提白纳都是这情况去，毋过冇做到，冇咋比下去，也冇比的，所以也上浮如做纪念安尼。高级的是这会躺到该听洞的413洞的引擎声，那个听声音都听得出来，有时候会飞到。 也会看到战斗机也会有 IDF 台南的，或者是就是冈山的 AT3或是 T34，大概都因为有一种后悔的感觉出来，因为想讲，假使我有比下去，也比过也偏 Q 冲的也推飞行记录片，还是也死的。 其实甲上学做目的条路，其实甲有的注重是正确的，唔会做目的坏条路的，安尼就唔好去动的啦。
伊是甲后汉摆后旧伊个家庭，是甲后休个包，是甲家庭就好啦。佢安尼咪唔係順本天嘅條路，一爭嘅冇多錢，咪做唔得呢？係咪係要家庭呢？佢係做先生就較好啊，眼咧較希望佢安尼啊，要學地步較安尼強下大啊，要照顧嘅多天空係多少較照顧嘅多啊。教球扮演导演下都讲啊，以前的各种的教练，还有太好的教练，会本来是甲迄个激励路会讲，讲来靠抚养机也是会走个运动教学啊专职的路线，然后英文也好，还有该相关的知识嘛与了解，然后做得有该筹码通应该竞争啊那。准备好以后，球放下去，专心度在那个球上面，做这个动作，打拍不要太大，一点往前这样子。你自己那边顺风，你的力量要控制，不然你的球会飞很远。球在这边，你要更旁边一点，知道吗？啊。